大家好，我係 Lydia。嚟到上海，梗係要去外灘睇下五光十色、繁華嘅魔都夜景，去網紅打卡嘅地標，影返啲靚相。3月份嚟到，仲有靚得窒息嘅櫻花海啊！呢度嘅櫻花真係唔輸蝕過日本同埋韓國㗎，仲價值比超高添。上海當然有非常之好味嘅美食啦，目不暇給。上海菜真係好精彩㗎，包保你食到攬住個肚先至返香港啊！事不宜遲，開展上海賞花美食之旅。第一站梗係上機之前嘆返個靚早餐先啦。今次我就入住上海中港匯樸爾曼大酒店，感謝酒店 upgrade 咗我去豪華嘅大床房。入門口水吧呢就各式齊備，有茶同咖啡，同埋有雪櫃，當然裏邊嘅嘢飲係要付費啦。房間都非常之寬敞，又好舒服㗎。現代化嘅裝修，好雅致，而呢床褥都好軟熟，好好瞓。洗手間就好大嘅，廁所係日式馬桶，除咗淋浴之外呢，裏邊仲有浴缸可以浸浴，而沖涼水壓係非常之好嘅。但係洗手台就相對比較細啦。放低行李，我第一時間去咗行政走廊嗰度。行政走廊呢，亦都係好大好明亮。下午茶嘅時間都冇乜嘢人喺度啊。下午茶有各式嘅甜品啦、點心。呢一個呢係糯米燒賣嚟嘅，仲有唔同嘅水果啦、yogurt 啦、包點、生果、飲品，當然一應俱全，可以選擇啦。食少少嘢，休息一下，先至出去行街。酒店位置一絕，2分鐘唔使就去到日月光商場。商場下邊就係地鐵站。我第一時間走去商場嘅住街湯包，食我心心念念嘅小籠包啊！雖然唔係上海最好食嘅品牌，但係好多年前我喺度做嘢嘅時候，佢就係我第一個愛上嘅小籠包。之後就去咗我本地朋友介紹嘅蘇小柳點心嗰度食嘢啦。萵筍絲超級清脆爽甜，臭豆腐齒頰留香，一試回味。食完嘢去永康街行街，見到呢一間好得意嘅文創精品店，哇！裏邊啲公仔呢，好 cute 咯，睇下都覺得超級開心。最重要，門口呢個裝飾真係好適合打卡㗎，好多人都專登走嚟永康大樓呢度打卡，當然我都唔執輸啦。整條永康路真係好靚，行下走下真係別有一番嘅感受。嚟到武康亭，估唔到呢門口好有驚喜喎。呢個位置花香撲鼻，有唔少嘅文青咖啡可以喺度飲杯嘢打下卡。我最中意呢路上呢啲好得意嘅小店。裏邊賣嘅嘢好精緻啦，又好有特色。最後行到呢間網紅嘅茶飲店啊，忍唔住叫返杯熊仔梳打特飲。睇到呢個造型都超級開心啦！茶飲店旁邊仲有呢一間好特別嘅3層樓嘅精品店啊！裏邊嘅裝修五彩十色，充滿童真，睇見都超級開心啊！
如果我係小朋友，一定非常瘋狂，好想買返啲嘢返屋企咯。返到酒店啱啱就 Happy Hour， 有好多唔同嘅熱葷選擇，仲有唔同嘅點心。呢一個燉嫩雞，我覺得真係幾好食㗎。仲有炒飯同炸蝦片，各式嘅水果、甜品、沙律、冷盤、芝士，應有盡有。我只係食咗少少咋，因為要留肚去御興記食我心心念念嘅蟹黃撈麵啊！呢度裝修都幾雅致，未叫嘢嘅時候已經送上茶同埋小食。套餐裏邊有4小碟，非常之吸引。除咗菜之外，主角梗係蟹黃撈麵啦。呢個蟹黃裏邊有唔少嘅蟹肉，服務員呢會幫我哋呢好認真咁將啲麵整開，再將蟹黃放入去，麵質爽彈，蟹黃亦都好香濃，好鮮甜。而家諗返起都超級回味啊！餐廳嘅早餐選擇非常之多，好快咁影俾大家睇下。有各式嘅糕點、麵包、沙律、冷盤、yogurt 水果、芝士，仲有各式嘅熱葷選擇，粥品、豆漿、餃子、點心一應俱全。粉麵檔嘅選擇都非常之多啊！當然唔少得西式嘅早餐，應有盡有。曬住太陽，望住出邊庭園嘅景色，享受我嘅早餐先。我本地嘅朋友約咗我去龍盤新天地，佢話呢一度呢係最新嘅網紅打卡點。呢一間風和日麗本幫菜，好多本地人幫襯㗎。我最愛嘅豆乾馬蘭頭、油泡河蝦兩食，唔少得東坡肉同埋燻魚啦，加埋酒釀丸子就完美啦。龍盤新天地位於呢就係上海嘅虹橋區，係活化古鎮同新式嘅商業嘅結合體。整體裏邊呢有好多各式奇色嘅景點同埋特色嘅店鋪。我就喺呢度買咗唔少嘅上海特色糕點返去做手信。黃昏嘅時候，我嚟到靜安公園做咩呢？就係觀賞燦爛嘅櫻花啦。靜安公園嘅櫻花喺春日裏邊綻放，粉白嘅花瓣就好似雲霧一樣，鋪滿咗整條嘅步道，同周圍嘅城市景觀天際線形成柔和嘅對比。漫步響櫻花叢中，彷彿就喺呢個繁華嘅都市裏邊放下腳步，洗滌心靈。入夜之後，月色同埋燈光令到櫻花襯托出更有層次，呈現出春日浪漫嘅詩意。晚餐嘅時候，我揀咗附近嘅一間居酒屋，小酒館嘅氛圍好溫馨別致。牛肉烏冬非常暖胃，每一串燒料都超級之 juicy， 超級彈牙。店員話佢哋係用上乘嘅走地新鮮雞，難怪雞肉咁多汁、咁 juicy、咁好味啦。第3日我去咗神山植物公園，又係睇花咯。公園嘅外邊已經有咁靚嘅花景啦，大家又知唔知呢一個係咩嘢花嘅品種呢？
入到大門口，櫻花樹已經燦爛盛放，好似雲海咁。粉白嘅櫻花佈滿響每一棵樹度。當日天氣好好啊，我向櫻花樹叢中散步，慢慢欣賞呢個美景。好似有一種洗滌心靈嘅感覺。花瓣隨住風咁樣，有如落雪飄落嚟，真係好似置身於人間嘅仙境一樣，咁震撼啊！呢個美景梗係要影返張靚相啦。響度曬太陽野餐，真係超級舒服啊！只需要5蚊一程就可以搭公園嘅遊覽車，遊覽整個公園，欣賞沿途嘅風光。去另一邊嘅入口，嗰度有一個室內嘅植物園。植物園裏邊花朵盛放，色彩呢好豐富，但又好和諧喎。我仲見到呢有蝴蝶喺裏邊飛舞添啊！呢個流水小瀑布有冇少少新加坡嗰個植物園嘅 feel 呢？戶外嘅花園都好繽紛奪目。黃昏嘅時候，坐向湖邊欣賞呢個美景，心裏邊真係好恬靜。因為成日喺公園裏邊吹風，好想食返啲熱嘢啊，所以喺南京路隨便揾咗一間牛肉火鍋，享受呢一個豐盛熱騰騰嘅盛宴啊！嚟南京步行街最重要嘅任務就係去 Chikara 嘅旗艦店打卡啊！喺門口已經超興奮，有3個小可愛等我。成個店面好大，總共有2層咁多，有各式其式嘅 Chikara 嘅精品，簡直目不暇給啊！不乏有上海限定版嘅鎖匙扣啦、袋袋、毛公仔掛飾，仲有各式精品添啊！亦有唔少空間可以俾你打卡啦，影下貼紙相咁。返到房間，我即刻將今日嘅戰利品放喺我張大床上邊，影返張靚靚嘅合照先。第4日嘅中午，我跑咗去屋有鮮試下米芝蓮推介嘅小籠包，因為我已經過咗飯市，唔係好多人，但係牆上面呢就見到好多明星名人都嚟過呢個鋪頭喎。打開 menu，見到選擇唔算多，我叫咗一份3拼嘅蟹粉、蟹肉同埋蟹膏嘅小籠包，店員呢好細心咁示範俾我睇正確嘅食法，篤一個窿，加2殼嘅醋喺中間，就令到佢解膩提鮮。小籠包非常之飽滿，一啖放落口裏邊，嗰啲鮮甜嘅湯汁喺嘴裏邊爆炸開嚟啊！餐後檸檬汁好解膩啊！跟住我就去咗湖西老龍堂食好 local 嘅上海麵，油泡豬腰、龍油赤醬，不過真係好鮮嫩，好彈牙。
豬膶蔥油拌麵，香氣撲鼻。呢一個豬膶真係我人生食過最嫩滑嘅。食完嘢之後，我去咗北外灘，唔係賞花，而係去揾個好嘅位置睇上海黃浦江嘅夜景，特別係望過去浦東嘅景緻，真係好靚㗎。誠意推介大家可以嚟呢一間 Manner 嘅咖啡店，坐喺戶外就可以慢慢咁飲住咖啡，欣賞浦東外灘嘅景緻，燈光璀璨，夜景真係好迷人㗎。晚餐嘅時候再去蘇小樓食嘢啊！蟹粉春卷好好味，呢個蟹粉湯包不得了啦，大到好似個飯碗咁，要用飲管啜嗰啲湯汁落去，鮮甜濃郁，蟹味甘甜，好正啊！佢嘅鮮肉小籠包我就覺得稍為遜色啦。最後再去小楊生煎食生煎包啊，果然爆汁，冇令我失望。第5日嘅中午，我就去咗瑞金賓館。瑞金賓館而家已經變成咗洲際國際酒店，但係仍然保留100多年嘅建築同埋裝修藝術風格嘅別墅群。庭院係非常之廣闊，有英式嘅草叢，亦都有法式嘅花園同埋湖泊，環境係非常之典雅，彷彿好似置身喺歐洲嘅小鎮一樣，亦都係接待各國元首嘅重要賓館。午餐嘅時候，我嚟咗 Circle 餐廳用膳。午餐都有唔少嘅選擇，3道菜嘅午餐都係大概200多蚊。戶外嘅環境好雅致，好舒服。我選擇咗牛扒沙律，食材係非常之新鮮㗎。飲住英國嘅伯爵茶，望住呢個湖邊嘅美景，慢慢享受一個慢活嘅午餐，真係超級寫意啊！之後我就去咗上海嘅新天地，走下逛下。最後一晚，梗係去上海外灘，影下呢一個非常之令人回味嘅外灘夜景啦。我唔講咁多啦，大家慢慢細心欣賞下。最後一日臨上飛機之前，梗係嚟老吉士餐廳食本幫菜啦。老吉士曾經被列入米芝蓮指南推介，食物係有一定嘅質素。百葉馬蘭頭卷，馬蘭頭好新鮮，好清香。老陳醋海蜇，清炒河蝦仁，河蝦爽脆鮮甜。雞油豆苗正，最好食係蟹粉涼皮啊！蟹粉、蟹肉、蟹膏非常之澎湃，加上涼皮吸晒啲汁，一口食落去，鮮甜嫩滑，齒頰留香，好味啊！最後去咗90葉，食佢最出名嘅抹茶雪糕。為整個旅程做最完美嘅總結，
希望大家都鍾意我分享，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加入訂閱啦。